最近有好多客人同埋粉絲都同師傅講自己好黑仔，頭頭碰着黑。咁究竟點樣可以提升運氣呢？今日師傅教大家幾招。首先第一，去多啲熱鬧喜慶嘅地方例如婚禮啦、生日 party 等等啦，可以吸收一下喜慶好嘅氣場。第二，瞓覺瞓多啲，人都精神啲，同埋都可以調整一下自己嘅心態。第三，可以摸住以上呢兩條嘅經文手串，一邊諗唔好嘅嘢，一邊摸，等佢吸入一啲唔好嘅氣場，令到自己嘅運氣變得越嚟越好。第四，可以做多啲運動，例如跑步啊、健身啊咁樣。最後最重要就係可以預約師傅傾下心事，睇下有冇一啲疑難可以幫大家排解。